持续讲哦。但你出轨哦，你出轨了。你们越动，就真的要 CPR 了。他们现在砧板不能动，我们的砧板也不想接过去。其实你现在可以上菜了，对不对？像希姐条不卡就让你们做操班的。这一集时间长度有点被铺挂飘。对，很惊人的消息，大家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很少有女的清楚。传给我爸爸，说我找到我邻居的。说真的是怎么认识的嘞？这个讲料理嘛，煮料。生气了，叫你生气了。他要赶到底。对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又来了。你可能几道线还是又拍图播音，叫好啊当票，还是土地新竹土地律师事务所。哈？做乜？哎，离婚啊！兄弟信主按等于这样的提风。哇！这是外面卖的吗？哎，你莫讲哎，用不要他那种鸡腿肉嘞。那已经要出来了。你刚才给老公煮的反应也没有这么快。两公婆闪闪惹人爱。莫关黑哦，哎你墨镜准备好势嘞。耶！墨镜便宜用啥改？因为今天真的会很闪，来给你们一支。哦，真的太闪了！玲姐给哎呦，你一支。太刺眼了。这起来这起来。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到新世界哦，是望远镜的感觉。这个墨镜哦，真的有戴后身。对，我们整集准备。观众朋友们呀，昆天师没有准备墨镜哦。他以为好像看3D 电影。里面呢，精彩的。两组都是十分恩爱的夫妻大对战又来嘞。唔但讲 N O 听听哦，记得有颜值还很高呢。我先讲一下，等一下主持人啊，还有师傅文化的细节会生意，因为可能会造成记得有那种恩爱大爆发。真的吗？大爆发还好啦。家庭革命也有可能哦。预算盘的匍匐。不错呢，你看，来损花师傅哦，墨镜啊哈，不好意思躲下来，因为他真的怕被闪到。哎，有看得到哈。先来分享到安利给啊，准备师傅。好可爱哦，很帅耶。啊，你现在看不到啊。他的眼镜换掉。对。好，大家呢系注意电影写嘅谢丁刘师傅。大家好，我系谢丁。电影姐好。马上呢，就来分享到你逢吹嘅参赛者咯，係來自台北長山嘅兩公婆林佩儀以及李典燕，送上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颜值代表很美。是这样子。对。超高颜值，真的好闪哦，这是墨镜要戴起来，但是更闪的来了。好，把 cam 牙齿来自托人重啦，记得我们系梁共坡、陈湘西、何伟玲。这两组都黑俊男美女对，我们今天主持的时候，我不会转过去。选美比赛还是你先出场就好。我是 C 位吧？哎，听说梁伟都是 DJ 哦。哦，而且董丽辉耶，你们今天是有特别准备一个情境剧，哦啦啦，还加分。有啊，一 C 团呢。哦，先讲哦，是可以播出的哦。18岁，他们是很专业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都會賺錢㗎。哦，咁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基本嘅乜雞節目親好看嘅節目。我們一如以往的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們來 call in 進來。我們首先歡迎第一位聽眾朋友們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喂。請問你是？我叫林佩瑩。哦，是林佩瑩小妹妹是不是？有沒有要推薦乜雞節目嘞？一家之主。哎，為什麼要推薦我們的一家之主呢？因為主持人很漂亮。哦，原來是這麼簡單的理由，是不是 ？OK。來，跟着我念一遍哦。一家之主親好看。一家之主親好看。歡迎大家來報名。歡迎大家來報名。謝謝大家。好厲害，懂用心哎。那個聲音一出來哦，就這樣，很像在轉那個對 radio 的腔調。而且點演客家話講得都好哎。做了，當初冇講嘅其實。那苗栗的嗎？苗栗。唐朱迪，佩儀妹客家人嗎？也是客家人。你謝謝法典這邊。法典的客家人。受風哦，真的，你客家聯姻呢？對，而且啊，基隆上唔但將節目做了後，因為主持人個唐董，老婆還有創業，哎呦，是嗎？對。奶鳳棉的嘞。
经纪公司啦。我们一起开经纪公司。所以要来今天签人吗？哎，接下来，哦，星探的部分。对，来而且欢迎他。韩东不会煮菜，哎呦，是哪方面的菜系？都株洲再来看，哎呀，都是看天孔的呀。哦，因为像我的话是泡面系，但是佩莹听说还有 hip 那种 YT，也是走出来的封面呢。旅行类型的。哦，多才多艺耶，妈个千足的船，汗颜，对啊。而且上头有电影下，该上过刚才出来的细节，我相信这就是点艳哈这个坠入爱河的原因。必须。真的好，有被晒够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我们会冠军呢。我跟你讲，继续晒来。好，我看一下蓝嘴的鸦片，你还买东西？按照蔡燕，菜人，蔡燕，菜人素食界的那个燕窝，是在人宴吃的燕窝，所以按到菜宴。所以你都有实在係嗎？唔係，是透過實在人呢做呢是正經的燕窩啊，叫做做到安用煙哦，幫你吃到上吃燕窩的感覺安用煙。我講食材哦，香氣係幾係嘢菜啦，係差唔多，你感受一下。你家有做的嗎？係我自己做的，初步做做的，10分鐘做出來。因為香琪姐你沒有毛細孔，謝謝。你都是吃這個嗎？來，5歲，係，宣傳。真的嚇到我了。對啊，你是做哪方面的工作？做美容。魔怪，你看看。我要去你的保養，沒問題，沒有豐富的娛樂情愛。真對啊的。他住馬祖，你看可以嗎？哪10號啦？哇，不過基隆沙雖然應該行風水又表現一團係情境劇，我跟你講，藍水基隆沙哦，他們人生就像一場戲。哇哦，唐公又建立過一片台詞先了。係，啊點負債啊吼，2度，加起來為2000萬，我喊差點啊吼，上去去國家腎臟買。捐腎，韓國經過該水果攤啊哈，俺寶貝啊講媽咪，俺東西是水果，啊，馬上我都眼淚都掉，我連溜丁都買不起。嘿，然後唔講俺弟啊哈，俺人生是安用因，所以俺做買事情，俺會教。動正能量去教，係，俺咪鼓勵動到後上因啦哈，所以俺哋係咪為老人家點個天運之，俺全為老給人鼓勵，俺講吼，一定冇迷信，不過一定要吼，哎有個正能量，你做埋事情啦哈，都有天助，是安樣。韓國龍沙最尾咪強下來創業，一起來打拼，所以按用講起來哈，今天3000塊真的給他們比較好，真的，有3000元了。對，今天是說話比賽嗎？而且我這樣大膽講，這兩公婆都係哈嘎煙咯，哈嘎煙，真的太棒了啦！真的，找老婆找老公就是要找客家人，太厲害了。不過我們還是要比賽，對，這是講重點的，公平呢？公平哦，公平哎哈，沒比美容，也不是比廣播劇，對，要先來比嘛干呢？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 PK 賽嘍。向前變困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卡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到底今日我來比嘅係乜嘅呢？好，我考驗兩公婆之間嘅基本功，分做兩種嘅配合哦。第一配合我考驗大家係倒講，第二配合就比例落熟圖。好，想看一下我排除馬上。可是香仙姐平常只有摸保養品，沒有摸刀子啦。我家是唔係做美容哈，我係開小餐館的。對不對？有什麼事情你不會？老公也是你自己追來的。對啊。客家人啊，撞上嚟會。有啲客家什麼誒？錯。我倒講到底我考驗嘛，家你等下3秒鐘以後向下打開，好不好？好，來3、2、1，搶快點！哦，咁啊，該鋪哎，等下鋪掛吼，等下來做嘅事情哦，先讓大家分享一下小知識。就早期嘅客家人哦，因為動三強，所以學唔聽，要學寸嚟嘅鋪掛，所以攞去洗做鋪掛乾，然後可以把它切到像跟外片啊切到弄地擺度，切到像安陽煙。哎，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哈，隨身帶一個鋪掛條，來動緊胸啦。啊，洗澡以後咧，那來做鋪掛乾啊、煮湯啊、燉肉啊，都當好選。今天要比的就是切鋪掛條。冇時間的限制，不過像外片那樣切到地擺度，還馬上切得下倉。
我们在团黑，然后我们最后比哪一个人更长，我们就是做得多几分。我说黑公切团体的发，就是看比较长的那一比较长的件。那一件啊，对对对，好。眼先知。但是比赛有时间长度，那个节目啦，对节目啦，好不好？不然要剪成2集也麻烦。2集都在补光。好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加油加油！第一刀很重要哦，哈。好，是不是尽量薄一点会比较好？薄一点也不能太薄到那个。没错。你重的冲破哦，不能第一刀就好。中容易是断开。但是第一圈很重要，因为它是很硬的哎，那看很硬。因为外圈它比较硬，你太薄它会断掉哦。没有时间限制，告诉你们是手力哈。对，给它一点厚度，给它一点厚度，快不行了。很棒，加油加油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加油哦。你什么时候变幼稚园老师？对。哎，高一点。第2圈可以开始。往上。哦，有了，熊抱住你要平稳。但是现在还是很硬的部分，你要自己抓那个厚薄度。硬的厚薄，你有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看到。你需要戴墨镜吗？不用，太黑了。对，转一下，还走的丢，厚一点。你要刚刚好厚薄，待会说不定还可以再转一圈。啊，这你走对啦，它厚度2公分呢。来，这样啊，一下长短啊，还冲掉啊，继续。啊，声音，没问题，可以，我们这边有关静音哦，不好意思，点燕先关静音的哈。啊，声音哦，往上。等一下切到那里第2圈的时候，声音带哦。这边要很小心，因为你有机会再走一圈哈，再走一圈，人生的路很长。阿公，你用的切个平常时老给鼓励的方式来鼓励他。平常唱的给鼓励爱的，给鼓励大家，所以爱到方便好看速度你做得很好。我们阿姐是正能量台式。唱。2组都关静音的吗？老婆加油哈！声音，声音。等下卡时就讲哦。加油！厨艺学串烫，现在都掌握得非常好。厨艺安盖哈，小心，我讲到太重呢。感觉讲到安盖真正会去。质感哈。但你出关哦，你出关一了。我的静音被对面破功了，这个太好笑了。我们东南亚都去遍。讲跟他说带他去美国，我们看极光，我们要去美国看极光。美国看到冰岛。美国哪有极光？够北就有。老婆加油哦，很赞。哎，我们可以看的，好温柔哦。哎，快点给看。加油哈！要到美国了。你们越动，就真的要 CPR 了。他们现在砧板不能动，我们的砧板也不想借过去。我们这边也是80几年次啊，小孩子80几，恭喜菜哦！保养太好了。哎，我们真的要去中立保养一下了。可以开分店在台北吗？其实你现在可以上菜了，对不对？像希姐、姚布卡就让你们做超班的。这一集时间长度有点被铺挂挑。老婆加油哦，很赞。哎，你们可以看的，好温柔哦。哎，快点给看。加油哈！要到美国了。哎，这一关比完我们这节目真的差不多已经快播完了。你做料懂后，你做的非常好。你只跳款，偷撞他去。我已经快要爆经验了。可以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大哥，我一直讲说越细越好，然后大哥讲的是安全第一。哇！声音的哈，墨镜拿来，手最重要哈。好。哦，前第2哦哈。你水又秀养嘛，你手会有声音哦哈。好，哪里找那么好的老公老婆？对呀。哎呦，很赞。哎呦，很厉害。等一下，你们那边老公好厉害哦。可以再来一点。我们点燕这边在雕刻，再一点。不是，我转一下，他走得转吗？转得嘞。OK， 好嘞。哎，谁？
声音变啊，声音声音，对，等一下，莫到去听痛嘞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是又讲疲劳了，等下嘎时弄断胎，谁的问题？导播们可以先吃个饭，大家先放饭一下，放饭。哇，这个环绕电视台一圈了啦，真的。伟霆哥可以照刚才方式帮我们加油一下吗？这样子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有没给老错？今日家来呢，做唔得，我哋咧系平安店。成日講用眼厲害哦，你係咩偷偷要豆腐卡臉？是这样，不敢懂都不哎，有中啊。暖呢。要小心，这个要是断掉就是师傅。我跟你讲，保持原样，等一下怎么样都是师傅的问题。保持原样。没事，哎，小心，差一点点，差几功夫问题，不要再动它了。别拿！你们越动，就真的要 CPR 了。你只能砧板他们现在砧板不能动，动开就断掉了。我们的砧板也不想借过去。等一下，我移动砧板，你不要动哦。哦，我动。哎，小心这里，你转的切到桌地方，子上去，然后切到桌子上去，差一点，刚转的刚差一点，地方动声音都哦。在差滴滴的。生命就是这样，系带也动油啊。你们两个是这边频率好高哦。你往上走好不好？人生就是要往上，你不要走下坡。不是还没有地方啊。压在桌子上，切压在桌子上。你不要接，那边讲耶。哎，小心，转的地方有注声音。加油！差点断。你现在宁可。美国大概到我先讲哦，我先讲，这个缺口有点紧张，但是我是就莫让你听痛你。不要碰到这里。立起来，立那边就好了。那师傅你来立，因为立了你负责。来，大家自己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拉长，我觉得这样可以的，师傅你可以过来了。好，呼吸一下。用叉开啊。其实这个应该要拉起来，它是断掉就断掉了。师傅你要拉这一边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师傅又拉够吗？用帮打帮都系吗这？样子拉，我拜托你们要小心。我不敢帮忙别哦。断开了，别断开了，我这个黏着。别断开了啦。唔怕。往那边，好，那个边。声音。等一下，是谁发明这个游戏的？来，莫听痛哦，来，这个有接住的哦，是有接，哎，这个刚刚是有接住，是我弄断的。你摸起来，也没有比较长。你摸起来安冲啦。那我在抢什么？这个游戏就是要拿起来，它断掉就断掉了。安用款起来非常的明显啦，好吗？所以风吹到2百得到1分。去猜哦，我们大哥刚才那个暖度也是第一名。你好适合做广播，对，深夜时段那种超级温暖。嘿，忙结束咯，大家3點後咧看下天氣配合了。好了，天衣比合，我嚟。嘿，臂力跟速度哦，哈，我们要来开葱抓饼店了哟。好，冇問題。嘿，这个哈，大家一起听哈，动上面啊，不陌生。等下我个地步都会葱抓饼，我用扁锅嘅方式，以正反的顺序来扁，30秒哦，是就30秒時間哦，哎用示範一下，哎用1、2、3、4， 30秒地步度，看马上扁的次数下多，就得到2分。好，好，那马上我先来，剪刀手布好不好？好，来喽。开始剪刀石头来，正过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那你要选，换手就赢了呢。你可以选择你要先还是。好，我先好了，来赛。好来。来咯，配音点还有款点哦，30秒聽哦。有。 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没有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你有算吗？不是你算吗？你有算吗？45吗？对，45 45哈。对，好。 45啊。蓝水呢，刚哈伟霆哥超厉害，30秒里面搬了45下，太厉害耶！很喘哈。哎，动喘。来配音，来，请就位，勾手交换哈。给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来提到哈。好。先
试一下，可以吗最少40。好，最少40。好，那这样还是会输。这样会输哎。最少50。好，来喽，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好，可以这样。 1、3、会顺的， 5、6、不要紧张。 7、8、9，就这样，你不要走出去。10、11、2、3、4、5、不要甩两下。 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赌好，来，还右甩。你最后有没有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节奏？就是他数一下，你就抖一下。好了，上选。太难了，真的不简单，好厉害！来。好了，还用看起来。成绩。傅宇聪很明显哦，哥哥得到1分。耶！PK 賽睇下哥哥得到1分。稍後呢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今本日邊個帶來乜嘅好料嘅老太茶分享咯。主廚素卤菜，好，今日呢阿斌哥帶來好料老太茶分享。可是呢，各位恩愛的夫妻要認真看哦，因為頭前1比1，待會有機會再獲得1分哦。好，菜苗係乜嘅呢？做馬牛好盤團，做飯團哦。好盤團然後係要做馬要做好嘅，哦，要做馬醬、蒜苗，哦，又cheese，也麵包粉、王子麵，還有盤。那最主要第一個係先做了嘅做馬牛嘅盤團，像燉飯了嘅，我先做咗盤，將來燜了嘅麵粉啊、卵啊燜了嘅王子麵。嗰個好玩呢。係。睇下我做馬。做馬槍用馬嘢。哦，用馬嘅，嗰個自家去煎買。那點燕呢？跟佩瑩會做媽嗎？懂手呢？他如果會做的話，真的可能真的太厲害了。你用啥80幾年次嗎？80對啊，為什麼要想一下？我們這邊也是80幾年次啊，小孩子80幾年次。恭喜菜哦！保養太好了吧？公演件呢？整件就是做效果。整件80。哎，我們真的要去中立保養一下了。真的。保養咯。可以開分店在台北嗎？好，哎呀，做馬牛後落掉下來啊，要咧做埋醬先冰下去，幫佢煮一下。是個走馬燉飯。對，較加係咧燉飯啊。那假是該水唔辣呢？燙水唔辣。就有酒咯。啊，係。哇，顏色好美哦，水豐色。做馬是凍醬。有比你老婆漂亮嗎？差啲啲啦。誒是做馬時創造咁係肯係防噴。係天咧將你啊配定凍好雪。炒菜啲好食，係講整一碟亂來嗬。炒飯。炒飯？炒飯都好食。真勁哦。做馬做得教夫教父。係，啊米咧蒜苗、梅頭，哦還有。本機把盤團部分會用粘性，口感或者是口料嘅氣質，用下去，好慣的。現在又燒起出來，會粘，又給它融化了，就粘起來。其實你現在可以上菜了，對不對？對。因為像希姐搞不卡就要你們做炒飯的。我們這集時間長度有點被鋪掛挑。對，不好意思。時間到了吧？我們的底面的問題。山你這邊，不好意思。買這。哎呦，又 nail 咧。冷嘅時候盤很下會粘，所以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先做好準備好咧。你準備好這一步誒，剛剛是示範給大家看的呢。因為冷嘅部分上做得來做咧盤團。也是要過3關嗎？係，等下係過3關。他家的地方都過3關嗎？對，就是好東西呢要過3關，要看師傅用來給誰。對，讓個麵包粉，然後咧王子麵是叫強下。王子麵，對，好久沒吃哦。對啊，做學生嗰個時節，大家要取過嘛，就是喊摸籤啊。對，因為爸爸媽媽不給籤，因為省起來啊，所以你就會泡麵，然後加上那個便利商店的關東煮的湯，跟50籤呢，加落去是串的。你好客氣。我也是負債來的。有盤團落台成嘢咧。怎麼一轉眼？哎呦，凍醬。那凍醬誒。那體積關係嘛，該老大家講。麵粉。好，粉皂誒。中低高有差嗎？
高筋，我甲你用低筋子做的嘞，低筋做的嘞。混乱中低高筋的差别，蛋白质，蛋白质的不同，蛋白质。款一个自主学知识。个第三罐除了泡面就系个面包粉，好，狗3罐。哎呦，爸璇姐，我们要来随堂考一下。好，来，随堂考了。好哈，他讲言语讲，按麻醉梦劝，黑嘛个意思 ？A. 贪得无厌 ，B. 过度浪费 ，C. 多方尝试。优秀版莫讲出来，因为待会要抢答。按马追梦犬，那个犬 ，OK 好。哦，梦，先莫讲喽，现在剪刀，你给我偷亲他，我看到了。那就现在张希姐，我们这是合家观赏的节目。哎，很惊人的消息，大家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很少有女明星主。我传给我爸爸，我找到我邻居的。说真的是怎么认识的嘞？这个讲料理嘛，煮料理。生气了，叫你生气了。他要赶高铁。对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又来了。你可能几道前开始又开图本音，叫好当场开始图去新竹，图去律师事务所。啊？做嘛？哎，离婚啦。他们啲新竹按成一樣嘅地方。先莫讲哦，现在剪刀，你给我偷亲他！我们这是合家观赏的节目。刚才有一个蚊子。你用传他的蚊子，不能还用传出来了，传出来了。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比该咒骂喊疯狂。啊！你要猜拳吗？先剪刀。我们2个男生猜好了。猜拳。看到知道。不。 Yes。马上检验。梦犬啊，我们应该用梦犬呗，应该是 C 吧？会吗？你为什么想选多方尝试？梦就是说。是不要吗？不是梦，就是梦哎，加减对加减。啊嘛，这我们用梦犬呗，多方尝试。好像有道理哦。那我们蓝水的两共婆熊 A， 你们的想法是？按猫嘴加减半一圈时，要当然可能动弹性，嘿啦，加减半一圈啦。哦，好像也有道理耶。怎么好像被说服？不是，好像有道理耶。但是健康嘅答案係 C。哎呦，俩记法意思是，母鸭在田里寻找食物时，母鸭会在水中随意觅食，以求温饱。天哪，很用眼呐！多方尝试啊！马改圈走，按马追梦犬，听起来很难听。对呀，真的。蛮法，用于风水得到日本。你看拿来泡一下做，因为地板穿起来熟的东西，所以泡一下本给有切切子做的嘞，好下一下时候嘞。温度要高。哇，好疗愈哦！极度有水分，你觉得疗愈吗？我觉得恐怖哎。他又站那么远呐。对啊，我这样疗愈，你那边可能比较恐怖。好像帮他做淋浴、沐浴一样。有点烫哦。哎，你们的美容有做那个吗？就是热食。没有，好像是让人找黏，哎，鼻痘痘。你现在在看我鼻子吗？很赤裸。我觉得他没有在看我眼睛哎。哎，一下就好了。别输呗啊！别输呗啦，别输呗啊！就是那个花枝丸。你什么是做的嘞？哎，等一下，酒又特别挑狗毛。你呢份你没有拿回家封 Q 的酒，我觉得像美乃滋，美乃滋到封 Q 嘅样子。美乃滋掺到有几酱没动口血。真的哦。这是什么？你还讲封 Q 啊？封 Q。哦，可以帮我写个一家之主吗？记看，还要记看，大不了剪掉而已嘛。太难了，他只能写一呀。哇，看起来这个猜不出里面黑马改哎。你上讲紧咬落去的时节爱生意哦，气死都在地板里头还有气死啊！哦对，团就从日本料理。他不会最后面还要再摆2颗，最后1颗吧？气死嘞！那是俄罗斯方块。好，做马按钮好盘团。按钮就好些喽。
先问师傅一个掌声。太厉害！吃看呐。好。啊，不样嘅走马椒吗？哎，都在在起该风 Q 酱啦。香。这口感好厉害，而且你还可以装懂这边，然后是。要么改东西很厉害。对啊。是熟悉的味道，但是不一样的体验。里面有那个王子面，里面有条白米头，然后小时候不会吃那鸟，而且底度还有个 cheese 会填喜安呢。说起来面是真嘅唔会像阿布卡做嘅酒米安冲，但是它是1:1的哦。嘿，破起真嘅冻好食。这应该里面吃这样不顺的是，而且里面不会油啊，哈。唔会油。走鱼都没冻简单啊。太气嘎都天师给面前那边做了吃周坤呐，可是还有波一还省级喽。冯君阳他目前是领先1分，马上的金行最不迷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寒天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掉上做咯。又到係家家出好菜嘅時間，唐講呢，佢每日出料理要10分茶飯，飯前準備好勢啦。嘿，等一下白飯前要準備好勢呢。真嘅。凍炒盤嘅料理有冇咧？哦，都帶係乜嘅咧？豆腐魚、雞蛋。哦，咩冻叉盘呢？一口配3鍋飯。对啊，但是它一蕊豆腐魚哦，一袋豆腐魚我可以吃1個月。你也太省了吧，姐姐，蛮辛苦了。所以只要12塊，我就可以過1年。对啦，但是豆腐雞的概括的那2組的變化，不可能在豆腐乳上面做變化吧？对啊，風吹嘅豆腐魚係用滿年嘅。辣味，一起起來辣。所以你都有出了个豆腐鸡，还有哪个其他的特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哦，就是我们的豆腐乳是用来腌这个鸡肉，不是直接拌下去炒。咪都看唔可以哦。最不会迷馆喽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大家好，来看一下咱水里一片嘅梁公婆带来个这个豆腐乳的概括的，有哪个目前人手菜？是的，就破的哈，比较上火，所以还会配个买优格，嘿，然后还个另个，嘿，还会清爽。嘿，怎么穷呀？用酱呢？容光焕发。 60歲咪做得樣嘅。哎呦，等一下我要打包。豆腐雞選擇沒有凍蟲藥，要特別用嘅黑煙啊，是客家新口做嘅哈，古法做嘅嗰種豆腐雞，一豆腐雞特別香。你看每一種食材都非常的用心，注意每一個關節聽我變起來哦。好，沒問題。雖然晒恩愛也很重要，但是今天係比賽哈，比賽哦。還是可以咬耳朵啦。對，好啦，準備就緒，有信心冇？加油！加油哦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莎莎開始了。點煙，我嘅 Saki 地都有出2個主持人啊，你爸爸還做乜嘅？素材。那你什麼時候知道我是你鄰居的？董救一陣。那你知道我們節目快結束，你現在才講？哎，很驚人的消息，大家可以跟你合照嗎？很少有女的清楚。我傳給我爸爸，說我找到我鄰居的。佩玲平常時是不是都老公煮比較多？我們會一起煮，但是就是都大部分他主要掌廚。他最吸引你的地方黑馬改，就是他很帥，沒有啦，也很貼心。為什麼要沒有啦？他原本才正要開心。沒有啊，沒有，他是真的有帥。哦，但講一下用。對。說真的是怎麼認識的嘞？為什麼要說真的？說真的，你就假的。因為大家來賓來都騙我們。先說假的。都是從路上遇到的。不是遇到。所以講料理嘛，其實你安樣來煮料。生氣了，我們叫你生氣了。是在閒話交流。學姐不好意思啊，他要趕高鐵。對。那你們怎麼認識的？又來了。我們是聖誕節認識的。好浪漫。我沒有問你什麼。繼續往下，會有一些不能播的東西。每幾年馬蘭酥去安陽的熱菜。等一下會加下去炒。這道菜都得讓馬蘭酥就買個冠軍。對。本來是只有腐乳雞丁，但是因為加馬鈴薯，就是我們台北小資族在吃飯哦，盡量同一個料理裡面什麼養分都有，就除了蛋白質之外，就要加一些澱粉進去。對。而且因為我們平常有在健身，就是這樣子吃，就是可以補充到很多營養。哦，超。其實這種影片會紅哎。
在网络上那种气卡不卡比如说什么100元吃一餐，这等一下豆腐鱼有用慢了卤盖妞嘞。我豆腐油这张半夜黑。搅落去。搅落去。你说，那你做嘛唔会先搅？你切的时间是会黏米嘞。哦，上去耶！来，马上开始。邻居我一定要多多帮忙。天啊，那小肚会丢啊！小肚会丢。是真的。好了，让他慢慢做啦。来看一下浪费。哇，你看两片。等一下，不可能你们连买的鸡肉皮肤也那么好吧？对，这个都是有去过粉刺的。这个是巨型香松吗？巨型香松。摆盘配合鸡丁大小。对。想说没看过那么大的香松。因为圣木啦，系啊。哎，我们都有盖妞剪定。冻酱。对啊。哎，因为一点是处女座。哦。你们把个馅肉给肉落去。对，好。可以省时间的。先肉落去，先腌。咱韩国改种来蒜泥，我让佢做到又加精细。哦。哎，大概精细。这个是鸡胸肉吗？对，鸡胸肉。哎，我就看用卤蛋糕，又对我跟你讲哦，豆腐卡起卡做盐酥鸡，就爱用卤牛弄简单。啊，就当你买回用干嘛的苏打水。然后假使你有本地的外表啊，它从盐酥鸡的素材，就用那个麦片，就用狗加粉，让你气炸锅一下。一行还破没有安呢？哎呀，用盐哦。你有加个风的嘛？妈，你风走，穷下，然后豆腐是按穷下。做吗？还没有做，收满了凤州另用东西。嘿，本地的颜色好酱，韩国还有香气。是啊，加要落去泡出来的色下酱。有点风啊。炒。两行还是加汁卵。我阿姐你看俺豆店吼，都冇下很有时间煮菜哦。当叫冇煮菜，我用下训练机，佢跳过练跳过佢练乱枪未见。我们啊，训练机乜改枪未做嘞。什么星座的？射手座。不像。对，他已经被训练过，被训练，被改良过的。老公还是要自己训练呐，自己。你真的可以开一个老公训练班的，自己培育，真的。还讲理200份呢，理200份，我们给200。爆料吗？是说你们同一个人理2次？你可以几多钱还是又发图本意？叫好当条，还是图去新竹，图去律师事务所。哈？做嘛？离婚啊！律师讲柯先生，你条件係乜嘅？咁我2個時候啊，槍做唔得，改撇晒男人性，其他全冇愛，就是咁講。我當條啊，你斷捨離很強。這是一個 happy ending。兄弟性就按等於這樣嘅提供。隨時想離就離，再結回來也可以。緣分其實就是這樣子啊。對，然後最後有沒有結？難怪那律師事務所會賺錢。2段婚姻都同一個男人，真的很不好玩。哇，這是外面賣的嗎？哎，你冇講嘅胸部要它那個雞腿肉嘅，但已經要平來了。你剛才給老公煮的反應也沒有這麼平。好幾年之後啊，阿點就結婚咗去，後面阿點為到掉事情，阿點又離婚。過一下又再結婚回來。你看阿點單身，俺同居人。哇，這是最浪漫的距離。其實我覺得這樣蠻好的，不要把結婚看那麼嚴重。對，隨時想離就離，再結回來也可以。緣分其實就是這樣子啊。對，然後最後有沒有結？難怪那律師事務所會賺錢。兩段婚姻都同一個男人，真的很不好玩。錄一下，等下是來鋪咧。係，等下錄下是準備來鋪。那麼那就先做，我等下當都做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哦，馬鈴薯先烚過啊。哎，記得切到泡泡，還用怎麼調？我們做的是那種小資、小家庭的愛的料理。哎，你6月算過，你講出來，個成本係幾多嗎？大概300多塊。都是選一兩串，現在要吃2餐。而且超飽的。因為要有蛋白質，夠有澱粉啊，然後炒洋菜就差唔多。對啊，養分就差唔多。哇，我吃一口，哎，那個雞肉你要確定有沒有熟哦，辣椒一條就不用，不會挺爛咯。而且你們的辣椒沒去籽哦。沒有。因為我們可能平常吃比較太辣啦。係啊。啊，你兩沙就買共同的興趣嗎？健身。係啊，健身係一種。
不穷下去。不要，跟老婆一起健身，你就失去健身最大的乐趣了。什么意思？买乐趣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把通了，唔可以挑哦。底度有不用抹解，還有抹解東西。薯條挑夫酸條咩？從辣椒安尼點點。挑夫以醃嘅雞丁安尼。有行會標嘛個醬料啊。冇要多汁蔬菜料就熟嘅是熟的，就都在咧。吃米头，而且最主要是你要靠近点又有熟哦。不啦。哎，你這個豆腐雞除了卤肉，冇變落去窮下炒。冇哦。做有做。有熟嘛，对不对？好听嘛哈。好，哎，你先過嚟個好，那没问题喽。好，加油。好。你片真圖按加咯。超快速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大家都很給陳姐。对，因为他没很爱陈姐。偉林哥哎，這麼愛我們陳姐的原因是什麼？佢當有擔當。那我有朋友講，頭多機場已坐雲霄飛車，人一短，讓人整上總下，咁講人生動精彩。真的好會講話。哦，你係鋪幾球？你还剖差不多前面了哈，160度差不多2分钟，然后你绝对不能够用大火，厉害是不摊，所以它就是在后面的时候要炝酥，所以一下我会开最大火，好，然后再炝酥。那边就都不卖豆乳鸡。对，因為將個挑下個做時，因為個底部東西係熟嘅，所以鋪溫度好高，鋪一下冇變出油，啊你係上嘅是溫度會控制一下，冇會送曬咧底部冇熟。錯，但是我不好款又唔好食。好啊，等一下鋪過之後呢，它會做埋。這個優格會做埋。優格是在旁邊。溫醬誒。係溫水式的。哦。係。啊，另個呢？另個就是排那些一盒干肉，一盒另個變白的。係。維他命 C。好，看起來鋪到差不多了哦。係，差不多嘞。好，我去看一下動用感又爽。好。來試劑畫面給我們一下。可是很燙哦。好，先撩起來。哎，用切tap倒落去未做得？係啊。有冇切tap倒落去？好。成喲。阿弟。偉林哥要幫忙嗎？不是，給吹旁邊哈，麻煩給他走。等一下有他忙的，來。喂，錄到。等一下就給你們擺盤了哈。煙草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杯米館嚟出料理，那部卡卡站到咯。好，這樣組織嘅師傅呢，開始每次係嘅早上，而且呢，表現出來嘅光是菜色哦，就可以呢完全冇空用。冇錯。現在風水給我來品嘗咯，這個小資家庭家裡面的料理，今天係凍辣嘅豆腐雞，總差班。但是我沒有想到豆腐雞到馬蘭酥，你有冇按夾梅？濃濃，而且人家就切到油油誒。不說按羊肉飯好，但攪飯是濃厚。對啊，濃厚真，崩飯濃厚真。然後唔是崩飯，馬鈴薯是重新烹飪，還是凍好些。也是，亞麻蘭酥後按牛切，適口大小。對，總在大醬蟹，凍炸。對，只是看那藍水好嗎？對嘍，它這個是優格醬哦。優格，哇，這是外面賣的嗎？哎，你冇講嘅香噴肉，它記得好雞腿肉咧。要香噴肉。對呀，香噴肉啊。葉導邊，他已經眼睛要掉出來了。嘿，你剛才給老公煮的反應也沒有這麼快。剛湘師姐講過，我用媽媽嘅米湯啊。媽媽米湯。我係食來送外面餐廳嘅米湯。從鴨子沒有賣嘅。而且搭配優格跟蘋果就是高級。我們知道清爽，這可以學起來耶。然後配那個令狗，什麼應該漢手店變白。哇，偉林哥，你雲霄飛車做得好。該是在好講哦，偉林哥，你貴姓音最好誒，最愛的是什麼？我自己的老婆。愛的料理就係愛用心。不過等下師傅用用乜嘢嘅甜呢？實實嚟看哦。料理師傅風吹搶本本酥。哦，師傅，3點下來，我見證奇蹟哦，到底敢會逆轉勝呢？師傅，攬住搶本本酥，萬分！下次再見。
7分逆转胜，超人强荣啊！厉害我想哭哎！那两边用木强龙的那种跳舞来表现。这里面头的动作叫又叫的自家的想法，如果喐的时间，你应该做在平调咧，平离分或者平调乱，我来硬硬的，佢后脚本介喐的吸收，叫佢咧平时要平。乱那用分线咋咋，叫后脚的吸收到地位度，地位度好用眉头，还有听一个关键系度，你煮的时间，就会好容易到那个酱料。收起来，收起来会好好效应。係，因為你用也成木嘅部分嚇，是要也用咧係風橋下去，所以你鋪起來會也見勢風效應，一配咧係優嘅會解膩啊，當好水。係，謝玲姐，哎，涼水煮來煮以後是啦，風水下打上一些些的啦，電浴煮有啲糙米。哦，腥味凍衝，有啲啲糙米啦，燕米和係五納米絲。打上一些些的啦，哈，未當認真，後生嘅啦，啊，咱雖然喺吃到今年嘅黃金比例整緊執來當吼，啊，今年嘅炸來未以後，食起來米是整緊講還不錯，整緊萌萌嘅當好嘅。什麼？用煮都嘅愛嘅料理都當真到，一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兩個兩區公婆大戰成績已經出來哦，紅區得到嘅6分，藍區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藍區咯。藍區係禮拜嘅總冠軍，恭喜你哋得到係3000塊嘅加彩金。開心啊！我們的小夫妻呢，今天要送給個禮物到專業做的技術來做愛的料理，兩個係原礦不粘鍋具組。哇，您现哦，煮出来都会安用心，逆转胜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阿姐，你又让我们相信生命了。今日吼來參加了哈。一家之主的個節目很按摩呀哈，拜託我這片來，因為我整件當磨汗，我已經很久沒有料理了哈，我們希望哈，台這個就把我那個愛的那個滋味哈，吃在嘴裡哈，然後記憶在心裡面，是不是台這個？你這樣風水做何感想啦？慢怕人生各種專長冇窮用，撒旦哈雷，這個專長就是愛老婆的偉林哥，來，讓大家分享一下。人的天賦真的是不會被埋沒的。為了這次的節目活動大概再練了3次，沒想到我老婆天賦真的還是在，所以我真的娶對老婆了。恭喜阿姐哦，馬改都飄走，人生做的最棒的就是看準偉林哥。沒錯，哎呦，偉林哥剛才講這麼好，點映大家真的有壓力了。沒關係，我們是有主持人。對，好，佩瑩先生老太家分享一下，要不要參加行動了嗎？今天覺得很開心，就是來到這一家之主啊，也覺得能夠2個人一起分工合作啊，這過程就是非常幸福，就真的是一種創造愛的料理的感覺。哇！喺禮拜哦，就安用啥跟我上節目。哦，因為我們平常主持啊，上節目啊，就會分開，禮拜，所以也很感謝一家之主每日都要給付呀。謝謝你們，真的收穫很多，然後夫妻感情也變更好，一起合作，對啊。共同的回憶是最珍貴的，真的真的，而且還不小心認了鄰居呢。對，真勁呢。好，今天呢，2組嘅故事，2組嘅愛情都十分的動人。那發現一件事情哦，真嘅那個失敗的最重要係嘛聯絡感情，讓感情呢能夠因為越料理能夠越濃厚，越能夠被傳唱下去。係啊，食嘅東西哦，同埋佢不按好食，係因為記得自己用心用愛來做，所有喜歡做菜。喜歡晒恩愛的朋友，都做得來自家自主，強下來料理哦。一家之主帶你強下來報名分享兩部卡愛嘅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再來聊。